第二首要向各位吼，献出这条原条马蹄月，哦，咱大家知影吼，原曲有4大名家伫咧原条的时阵，就是马必原治。如果无这4个啊，原条的历史97年的历史吼，会使讲无文学可言。啊，要唱这条《天净沙》吼。 意境高远，诗意味。要请这个，你若无听吼，对不起，先统统讲讲，对不起，黄花岗四个烈士。这个要唱的是冯小炳，冯小姐，请。天净沙，秋思马蹄万种。